兄弟姊妹来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7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5篇16节到23节，以斯帖记第6章第1节到第7章的第6节，罗马书第9章30节到第10章的第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因信得救。照着实际的情境来看，以斯帖王后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亲像真无有望望，因为整个的情势对因非常不利。规个国家上有权力的第二个人，就是咧计谋要灭掉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人。但事实上，伫信仰顶悬，因只有会当靠着上帝的救恩，只有会当因信来得救。亲像三级教会伫1900年所起的第一间下礼拜堂完成了后，伫这个娘的顶悬去用放一块蒙牌，想要来救助带伫内面的人，就是牧师或者是传道者。但是因为上帝的保守，一切拢真平安。也好亲像伫以斯帖记第6章第1节到第7章第6节的记载，迄暝王困袂去，就叫人摕伊的人的大事录，财人的大事录来读互伊听。册内底有记载，王过门的太监比探甲提列两个人，计谋要害这个亚哈随罗王。末底改对王报告这个事，王讲：末底改做这个事，我兼有赐伊什么荣耀甲地位。事后王的人神应讲，无赐伊什么。王讲：什么人伫听呢？迄时哈曼入王宫外面的亭，要求王将末底改吊伫伊裁好的叉架。王的人神对伊讲：哈曼伫亭呢？王讲：互伊入来。哈曼就入去。王问伊讲：王想要赐荣耀互一个人，着安怎做？哈曼心内讲：王要赐荣耀互伊的人，当然是我咯。哈曼就应王讲：王要赏赐荣耀互迄个人，着安尼对待伊。王就将王所穿的袍带来，将所骑顶花冠的马砍来，托一个极尊贵的大臣，甲伊迄个人穿王袍，互伊骑伫迄只马西城的广场。搁伫伊的头前喊讲：王要赐伊荣耀的王会安尼来对伊。王甲哈曼讲：赶紧去，将王袍甲马带来，照你所讲的，对迄个坐伫王宫面头前的犹太人末底改做这的代志，连一项拢毋通减。哈曼就将末底改穿王袍，搁互伊骑马西城的广场，搁伫伊的头前宣布讲：王要赐伊荣耀的人，王会安尼来对待伊。然后末底改倒来王宫的门，哈曼忧闷砍头，赶紧转去因兜。哈曼将发生的代志拢甲伊的某细利斯甲伊的朋友讲。也会参谋甲伊某细利斯甲伊讲：你一旦对起头就输末底改，伊若真正是犹太人，伊一定袂赢你，会彻底失败。伊还伫讲话时，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赶紧去赴以斯帖设的宴席。第7章第1节，王甲哈曼来到赴这个王后以斯帖的宴席。王伫第2日的酒宴，佮问以斯帖讲：
王后意思贴，你爱什么，我会互你；你要求什么，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互你。王后意思贴应讲：王啊，我若得到王的恩赐，王若看做好，愿意允准我的请求，救我的性命，救我的宗族。因为我甲我的同胞受出卖，人要甲阮造灭，甲阮杀死，互阮完全灭无。阮若简单互人卖做奴隶，阮嘛无会讲，因为阮的灾难袂造成王偌大的损失。毋过阮要互人消灭啦。阿哈随着王问王后以斯帖，啥人敢做这个代志？迄个人是伫倒位？以斯帖应讲，迫害阮的对敌就是这个人哈曼。哈曼伫王甲王后面前惊甲皮喘。所以伫基督徒来讲，咱需要有甲上帝合宜搁好的关系，才会当领受到上帝的救恩。也亲像这个耶稣基督甲迄个被医治赶鬼的人所讲的，恁因为信来得到救啊。保罗伫罗马书第9章30节到第10章第4节安尼提到，安尼咱要讲什么？外邦人无追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却对神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以色列人追求律法，互上帝认定因做义人，反倒当无得到，哪会安尼？因为因毋是对神，是对靠着行为，因去踢着迄块互人绊倒的石绊倒。圣经有安尼讲，看，我将互人绊倒的石，互人绊倒的大石，放伫锡安，信伊的人袂至到失望。第10章，兄弟姊妹啊，我偌尔热切，望我的同胞会当得到救，也因为着这个事不断上帝来恳求。我通证明因对上帝确实真热心。可是因的热心并毋是用真的知识做基础，因未明白上帝的义，想要自找门路，无有顺服上帝的义。其实基督已经终止法律的功效，互一切信伊的人拢会通成做义人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权柄，透过证人的信心。迄个恶者的律法将来要被终止。伫以斯帖王后时代，哈曼的情形是安尼，相信安尼应允嘛会发生伫无偌久的台湾。诗篇55篇16节到23节，我要求叫上帝，上主会救我，会早起中昼。我哀伤吐气，伊拢会听我的声。虽然反对我的人真多，伊会救赎我的性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互我平安倒转来。对古早永远存在的上帝会听见，嘛会甲因报应，因为因毋改变，无要敬畏上帝，因伸手攻击家己的同伴。违背甲因立的约，因的喙亲像油骨溜溜，因的心中怨愤，因的话比油较柔软，其实是背出来的刀，就将你的担卸互上主，伊会扶持你，绝对袂互义人失败。太死人的甲奸诈的人袂活到中昼，上帝啊！你会互因陷落伫死亡的深渊，若是我要活靠你。恳求主爱主帮助阮，伫阮感觉伫绝望的时阵，想出阮坚定的信心，来靠主得胜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